我今日發言嘅題目係完善休憩空間配套，提升居民使用體驗。政府近年係持續推動全澳休憩區同埋各個配套設施嘅優化工程啦，分階段開展咗澳路氹休憩設施嘅重整同埋建設工作，拓展優化市民嘅休閒活動空間，建設美好宜居環境。針對澳門半島空間資源緊絀嘅情況呢，本屆政府係利用咗台山青洲一帶現有嘅社區資源啦，推進北區8個休憩區嘅整體重整嘅。我哋日前呢亦都係知道啦，澳門半島南岸海濱綠廊嘅2期工程嘅1區呢已經對外開放啦，為市民提供咗新嘅運動休閒空間。咁現場亦都有停車場啦，可以免費停泊5個小時咧，居民都係覺得非常之方便嘅。咁但係亦都有居民反映啊，目前呢個休憩空間嘅位置係遠離巴士站點，距離最近嘅巴士站都有超過700米以上，對於非駕車嘅人士嚟講係較為不便嘅。本人希望咧，政府相關部門咧，因應呢個休憩區嘅開放使用咧，係逐步完善翻該個區域嘅一個公共交通，增加巴士路線同埋站點咧，去便利市民進場使用。同時亦都要加強周邊嘅環境嘅治理啊，周邊嘅行車同埋行人條件啊、現場指示等等。並且咧亦都盡快推進去第2區同第3區嘅工程建設，盡早開放俾市民使用，滿足市民對於運動休閒娛樂空間嘅一個需求。澳門半島南岸呢係澳門重要嘅觀海走廊啦，串聯咗從科學館去到觀音像，直至去到馬國等沿岸嘅旅遊景點，係澳門重要嘅旅遊休閒資源。現時呢，市民往來第1期嘅觀音像海濱休憩區，同埋我哋正展開嘅第2期嘉樂庇總督大橋至到融和門嘅工程呢，只可以利用孫逸仙大馬路嘅人行道。本人希望政府相關部門係能夠研究利用 B 區嘅東側土地規劃新嘅南岸海濱綠廊工程，並且串聯1期同2期嘅工程。長遠亦都應該要考慮利用 AB 通道將澳門半島南岸海濱綠廊同規劃中嘅 A 區海濱綠廊連接成統一嘅有機體，為市民創造更加優質嘅休憩空間。此外，氹仔海濱休憩區單車徑同蓮花單車徑係市民休閒運動嘅好去處。現時呢兩段嘅單車徑係由一條行人道上大概500米嘅單車徑連接嘅。咁最近我亦都接到居民嘅反映啊，該部分嘅路段啊近期取消咗單車嘅徑嘅標記，原因係未明嘅。咁實際上呢，市政署多年前已經計劃咗以橋梁方式去連接兩條單車徑啦。咁但係至今亦都未有實質嘅進展嘅。咁市政署早前回覆議員嘅質詢時候亦都係表明，由於係需要去有連接橋啊等等新式嘅方案，需要去審慎咁樣去探討，希望盡量地為呢一個暫時嚟講未有一個正式連接嘅兩個單車徑咧係連接，為市民創造一個更加安全舒適嘅運動環境嘅。多謝。